大家好，農曆新年好快到啦喎！今日咧，我至蒸紅豆年糕。年糕係一個傳統新年嘅甜品，非常簡單，非常好食。好多人好鍾意食年糕，因為新年嘅時候食年糕象徵步步高升。所以咧咁就開始啦。So let's start。快啲接財神，快啲接財神，個個亦開心，花好月兒親，個個亦開心去揾多啲銀，如龍馬般精神。快啲接財神，財神入你家好運臨，財百到家家飽暖無窮人。大家努力迎接新歲定如意，春風似樂韻。快啲接財神，快啲接財神，富貴花開張疊怡人，個個多福更多金，良辰美景將好夢尋。快啲接財神，橫財就你手，好運臨。齊齊賀下你，祝新歲美好春花開滿枝。齊齊賀下你，祝新歲各位商家好生意。各界工商今年好事啲。齊齊賀下你，恭喜你各位今年好生意。齊齊賀下你，祝新歲靚仔今年娶另類。情人就晒你，春風得意，各位揾到好佳侶。自然雙飛，鴛鴦戲水。齊齊賀下你，一雙一對美好婚姻稱心意。3小時之後，我哋年糕需要攤檔係雪櫃，2至3日。咁可以邊度咧？我哋好容易年糕出嚟。哇，咁靚，好開心啊！新春天喜氣。而家食嘅時間，哇，好正，冇太多糖，非常好食啊！好多謝大家收睇，希望大家鍾意食，下次再見，拜拜！祝福大家身體健康，新年快樂，恭喜發財！祝福大家步步高升，拜拜，下次再見。